位贵宾您好，我们目前正往高雄的机场下降，请您回到座位上将安全带系好。我们今年非常高兴能够安排杨苏导演这样子中国的独立电影工作者，他们面对政治的那个勇气。你怎么看起来比电脑里还熟？哎，张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就是杨小姐啊。你可千万不要回来，这是5年前警察来家的时候我录下的。杨叔拍这样的片子歪曲事实，如果他不终止放映计划，或者按我们的要求重新剪辑，我们一定会再采取强制措施，让他一辈子都别想再进国门一步。失踪判刑我都知道，断绝关系我是第一次听说。来，1、2、3，笑一个，好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打广告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爸前段时间，我爸想让我问一下，对你们亲戚吗？你们这是？啊，不是，那朋友的孩子。假设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不得不走到断绝关系的这一步，你们也不要意外。导演，这个剧本里面有你生活的影子是吗？月月，过来，来，坐到这里。